呢次我哋組團參加世運會嘅計劃，可能要擱置啦。冇得去太可惜啦。目的係去外國宣揚中國嘅武術。我想成為世運嘅一份子，更加想成為第2個大俠霍元甲。我要全中國嘅人都知道，跑得最快嘅人係我啊！我一定要去世運，我一定要出線。點解你知㗎？我一定冇似你咁。師傅叫你死，你唔去死，兄弟。你今日一走，即係你永遠離開田徑隊，以後再冇資格講體育。運動員嘅專業，你冇晒㗎啦！全國選拔。安勇嘅鷹爪功，獨步武林。鷹爪拳以仿效飛鷹獵食方法，屬於象形拳，以指力練成。螳螂拳都係屬於象形拳，仿效螳螂前走，稱為雕鉤。